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荣耀的时刻，你让我们的脚步可以踏进你的圣殿，有过你荣耀的时刻。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更感谢你的是你让我们在你荣耀的工作上有份于这个事工。主啊，我们现在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上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侍奉的工作上能够荣耀你。我们将今天早上所有的敬拜完全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愿意帮助我们，叫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荣耀归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们礼拜即将开始，那请大家预备心。然后我们的奉献将在第二根柱子后面，那请弟兄姐妹自行以奉献来敬拜主。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我们再一次在神的殿中，我们要一同聚会。我们邀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来念本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话语，成为早晨的宣召，在诗篇第36篇，请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愿早晨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敬拜他。他那又大狮子里的神，众生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一下，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除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时代，我们用敬拜称赞，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要更新透过我们。时代是耶稣时代，在那受到狮子里的神，众生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一下，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除去黑暗，因为神
神的荣耀。一起来感谢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因为我们早晨能够在你的殿中奉你的名聚会，奉你的名敬拜，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感谢你，因为我们个人都带着罪，但是主你从来没有遗弃我们，你倒是舍下你独生的爱子来救回我们。主，我们在早晨要用诗歌，用敬拜，用祷告，用读经来敬拜你。主，愿早晨你的话语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所需的准则。主，若我们所行有不义的，主愿你教导我们，好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就知道自己的软弱，回转归向你，在你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将全人全心都要摆在你手中，愿你亲自带领教导我们，亲自鞭策我们。感谢你，愿我们早晨的时光都摆在你手中，愿你亲自使用。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
上被彰显。主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满有你的荣光。主感谢你，主我们早晨要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给我们的有一颗柔软的心，是肉做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同在里面，完全的被你的话语所感动，能够用你的话语来生活，用你的话语来彼此教导。感谢你，我们将彼此都来在你的面前。主愿你看顾，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聆听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圣经的经节在创世纪15章12节到21节。那另外一个经节在新约彼得后书第1章第10节到11节。那这个投影片已经就打上来，我们就一同来大家从开口来念，请。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也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要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拉萨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可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林牧师为我们证道。那他今天的题目是《圣地春秋》人名。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无可否认的，每一个人都喜欢过着心灵肉体的安逸，或者是快乐的日子。这个我相信是大家都希望的。我们也可以从今天早上的圣经里面来追求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安逸。有一个人叫做 Lance， 我给他翻译叫做兰西。兰西知道吗？什么叫做兰西啊？兰西就是懒惰了。这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练习了哈，所以我给她翻译成为兰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天呢，她到她的朋友家去拜访。他的朋友就招待他在一个庭院里面泡着咖啡在聊天。
这个内喜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他忽然间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看哦，我这个园里面呢，因为春雨，因为阳光，所以说这片花园啊，里面的百合花啦，或者是很多这一些绣球花啦、月见草啦，许多花花草草都在这里争奇斗艳的。所以他忽然间这样讲了一句话：如果在欣赏这一片这么美好的花园当中，如果可以不用浇水，如果可以不用去除草，这个生活是多么好啊！难惜吗？很难惜，对不对？你想要享受这一片花草，竟然说希望可以不用浇水，希望可以不用去除草，这些东西就可以这样长起来。我相信这个并不是上帝的意思，因为当上帝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后来造了一个人叫做亚当，然后也给他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叫做乐园。在这个乐园里面，上帝跟他讲，里面东西你都可以享受，可是呢，你在这个里面当中，你必须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看顾这个园里面，然后呢，要修剪这里面的花花草草，然后呢，也要固守，就是看守这个花园。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故事当中就发现到，其实上帝给我们有劳动的时间，有可以工作活动的时间，这是上帝的祝福啊！上帝给我们有这一种活动的时间，本来它就是一种祝福。所以早上我们就通过这一些事情来看看，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首先，让我们一同祷告。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存在的上帝，谢谢你永远不改变的大爱，谢谢你知道我们，也体恤我们的需要，为我们设立安息日，为了让我们在这一日当中，在心上、灵上可以得到安息。在你的保守下，此刻我们带着满怀的感恩来到主你的面前，为的是要朝见你，领受你的话语，好让我们可以离开那偏差的路，转到你永远恩典、光明、祝福的路。主啊，求你现在就临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现在的服事能够荣耀上帝的名，也愿意通过这个时刻祝福大家，让我们心灵都能够得到安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色列人也称为犹太人，他的祖先叫做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他本来就住在他是在这个叫做洪水泛滥跟巴别塔变乱口音之后，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个人，他叫做亚伯拉罕，也讲成为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的祖先。这个亚伯拉罕他本来不住在迦南地，他本来就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城。依照这个历史家告诉我们，这个乌尔城是一个拜偶像的城市，偶像非常的流行。亚伯拉罕的爸爸在做什么事啊？他就是在看顾这些偶像的人呢。他在家里摆了很多的偶像让人家到他家里来敬拜。
当然敬拜的人他会带礼物来，他会带东西来，然后敬拜完以后会留下一些在亚伯拉罕的家，然后带一些回家去。所以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做他拉，他是靠着这个在生活的人。这个我们从历史家所挖掘出来的石板石头上面所刻的字，就可以证实是这样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他本来就是住在偶像的之家，可是有一天他的父亲有事情要出去，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帮我看顾一下。”如果有人带东西来祭拜偶像，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一些礼物你就要把它留下来亚伯拉罕说：“好了，你去吧，就去。”亚伯拉罕就趁着这个时间，把那些偶像脚拆断，脚手也拆断，把它弄到乱七八糟。当他父亲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一些光景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说：“你为什么把这一些偶像弄到乱七八糟？”亚伯拉罕说：“不是我不是我，因为这些来敬拜偶像的人他们把那个礼物放在这里，可是这些偶像大家争着要，所以分不公平的时候他们在吵架，吵架了以后他们是手脚被自己打断的啦，不是我打断的啦。可能历史家告诉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上帝就呼召他出来你就不要住在乌尔城啦，你就出去，我要给你一块土地，叫做迦南地，那你就在迦南地生活，我就把这一块土地赐给你，也变成你的后代的一个基业。然后亚伯拉罕就真的就带着他的家人，一共70几个人就离开这里，然后来到这个迦南地。可是我们知道，迦南地并不是荒废的地方迦南地本来就有人住在这里所以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来到这个地方，并不是没有人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有10个宗族是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上帝就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就发现到一个事情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来到这个不是属于他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迦南地本来就有人住在这里，那为什么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住在迦南地的人没有得到祝福？为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从这些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去想想看。圣地春秋里面，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人民的问题。人民住在这里，有的人受到祝福，有的人没有得到这个恩典。他的原因是哪里？是什么原因呢？有恩典的人，有被恩典拒绝的人，这些就让我们在信仰上自己要有一个检讨了，就是为什么同样上帝的百姓，或者是同样住在上帝的范围之内的人，有些人是得到祝福的，有的人竟然是被恩典拒绝在外面。这些就是告诉我们有关于人的信仰问题。这个信仰会带人带到上帝恩典的祝福当中。所以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拣选的问题，然后就拣选的问题，拣选的问题。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代成为他的子民，来祝福他。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观念，去想想看。
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从今天早上所读的圣经，就是创世纪第15章，我们刚才读的是在后段，我们来看看它的前段，就是第4节、第5节。第4节、第5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也不称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于是带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数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要如此。第7节这样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经带你出了迦勒底的乌尔城，为了要将这地赐给你。那这样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关于拣选的问题。如果要说拣选，这个是神学的问题了，这个真的是不是3言2句可以说完的，所以我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一个关于上帝为什么只有拣选他牵涉到祝福的这个拣选的问题，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住在迦南地的这一些人民，有的人被祝福，有的人为什么被拒绝在恩典之外？所以我就把它分成3个类。第一个类就是昔日的人民，就是亚伯拉罕还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以前所住在这里的人民。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第15章后段，就是18到21节，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住在这里有10族，10个民族在这个地方在10族当中其实有3族已经归化成为犹太人。这3族当然就是后来因为成为归化变成亚伯拉罕的后代以后，他就是只有剩下7族在这里面。那归化在亚伯拉罕的名下的有3族，这3族就是第一族是基尼人，第二族是基尼西人，他们后来是归化变成亚伯拉罕的变成犹太人。我们可以看士师记第1章16节，第4章11节，约书亚记第14章6节14节，都有清楚交代这一些人怎么样归化成为以色列人、犹太人。后来又有一族叫做加摩利人，这个加摩利人后来也归为犹太人。其实这个加摩利人这一族本来就是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就是亚伯拉罕从埃及的那个女仆人所生的儿子。但是上帝说这个并不是他要祝福的人，不过后来他是在这个迦南地住了以后归化成为犹太人，所以他也变成受祝福的人。那除了这3族归化成为犹太人以外，还有7个族。这个7个族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可以从这7族里面的名称，他们的民族的名称里面，可以发现到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第一个原因，第一个族叫做赫人。赫人的意思就是忙忙碌碌的就是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在按照所罗门王所说的，就是俩风俩呀，着风浮云就是匆匆忙忙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的人。
也成为告诉我们说，上帝在这一组里面的心中是死的，没有作用了。他们根本就不把上帝放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第二组叫做比利洗人，比利洗人这一组的名称的意思叫做注重外表，就是所要的并不是内心的东西，他们所要的就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现在人在谈的话，就是个人主义了，就是人为主义者，所以他们没有那种诚心来接纳上帝。那第三组叫做理法因人，理法因人他的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西魏人，所以当你读到西魏的时候，就是理法因人是一样的，理法因就是等于西魏人。这一组呢，他们所重视的是眼前的事情，我看得到的事情，以看得到的事情为重的人。这一组呢，那我们把它称为就是现实主义者，那个现实主义者有好康的我就来，无好康的我就拒绝，就是这样的民族，所以这个民族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第四组就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的意思就是利用宗教，把宗教当成一种门径，就是只有这样经过而已希望借着这个宗教来得到自己的利益，得到自己的益处，就是想利用宗教来成为他们的这个权利啦，或者是他们的一切福的来源。这种人家把它称为传过来以后就没有痕迹，台湾呢叫做船过水无痕那意思就是说得到的恩典过来以后，你就把它忘记了，没有上帝的存在，这个意思。那第五组叫做迦南人，迦南就是迦南地人因为他们就本来就是住在这里的人这一组的人就是以商人为重，就是以商业为重做生意做买卖，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赚得全世界。所以耶稣说赚得全世界来丧失家己的性命，有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赚得到全世界成为你的财产，可是失掉了你的生命，这一些财产对人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们没有得到祝福。第六组就是叫做革迦撒人革迦撒人他们所强调的就是所谓神学上的知识，就是要注重的就是在上帝里面的知识，不是要把上帝作为他的上帝，就是把上帝成为他们的知识，用这些知识来修他们的信，那个我们讲到说修信，所以他认为宗教的教义是胜过上帝，所以重点不在上帝，重点是在上帝的就是关于宗教的教义胜过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拒绝恩典的人，所以这一组人也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第七组叫做亚布斯人，亚布斯人意思就是自高自大，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最厉害，认为自己最强，所以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这种人结果也被上帝所拒绝。这一组人，保罗曾经对他们有一个批判，就是记载于腓立比书第3章第19节，告诉我们说，这一组人就是以杜甫为上帝，巴肚就是因的上帝，所以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民族当然就变成被上帝拒绝在外面。
所以总而言之，这七族虽然是住在福地，可是没有得到祝福，这个是最可惜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恩典当中，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昔日的这一些迦南地的这一些始祖当中，有3族规划犹太人，7族没有规划，所以他们过的是自己的生活，过的是自己的要求的生活，所以他们虽然是在福地，可是远离祝福的民族，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太可惜了哦。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第二，就是在今日的人民，就是现在住在耶路撒冷或者是以色列地的以色列人的这些人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耶稣的时代，单单就加利利这个地方，单单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地方，在耶稣的时代就有300万人，300万的人口。可是后来因为经过亡国，后来经过被迫害，到处流浪，所以当然在耶稣以后，就是人民就是渐渐的减少。那减少了之后，当然就是变成人越来越少，又遭到迫害，又遭到杀害，所以成为这个民族就后来就变成越来大为减少。后来直到1948年，1948年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复国的日子哈，1948 5月14号晚上凌晨宣告独立的那个时刻，就是犹太人大概只有60万人。换句话说，这个复国的时候，犹太人在犹太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地，大概只有60万人。可是，在这个60万人里面到目前为止大概有600多万人，那就是日子在增加了。有的人就是从外国再回来到这个以色列地来生活，在目前住在以色列地的大概有3种人民。第一种人民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就是被称为我们说的是原住民了哈，我们用台湾的话来讲是原住民，本来他们就住在这里的人，可是当这个以色列复国宣布独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离开，他们也是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从此之后，以色列没有始祖没有其他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些民族没有在这里，就是他们就变成规划在以色列人的名下，所以今天的这一始祖就变成没有了就分成3类。第一类就是阿拉伯人，这个阿拉伯人呢就是已经把过去的恨完全除掉，因为他们知道恨并不能成就大事，所以所有的恨就规划没有连古代的这个一个很强大的民族叫做非利士人这些非利士人也没有住在耶路撒冷，也没有住在犹太地，他们是住在犹太地边缘的地方变成一个很弱小的民族，他们在那边卫生不好人民素质也不好他们已经很多东西都是非常落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离开上帝的人，他的后果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从目前的这个犹太住民里面来看到阿拉伯人他们现在是愿意住在这个地方，也成为犹太人之一。
然后第二类的人叫做犹太人，就是实实在在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现在目前在以色列地大概有300-400万人住在这个地方而且呢是渐渐的增加，有的人就是已经从外国这样一直归回到以色列地来。那第一次由巴比伦回来的犹太人最多复国的时候，然后从外面迁进来的，从巴比伦进来的这个犹太人是最多。我们可以看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证明了，以斯帖书以斯拉书第2章就在说明这些事情。那现在他们同样统称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自从1948年立国之后，他们就称为自己是第2次的出埃及。我们知道他们从这个埃及被摩西带进来以后，然后又经过了好几次的逃亡那现在已经复国，所以他们就自称我们现在是第2次的出埃及记出埃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撒迦利亚第10章第10节，又告诉我们这样讲：我必将领他们出埃及地，就是第2次，就是我要再将他们带出这个埃及，来进入到这个以色列地。所以目前呢，在世界上据说就在世界上的以色列人大概有2000万人了。可是他们后来可能会陆续的又回到他们的祖先之地。第3种人民叫做侨民。所谓侨民，就是我们知道是外国人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所以据统计大概是现在这些侨民大概是以色列人的1/10，有1/10的人是从外面就是侨民来住在这里的人。这些侨民呢来自哪里呢？来自第1个是亚美利亚，第2是土耳其，第3是希腊人，第4是英国人，第5是美国人，第6是德国人，第7是法国人等等，这些都变成这里的侨民。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这一句话就变成上帝所预言的，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话是一样的东西。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上帝所为人预备的地方，必是与上帝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居住。所以能够住在迦南的人，以色列地的人，这一些人就是必须与上帝有关系的人，这一些人就是变成上帝祝福的人了。然后呢说完这一些民族的经过以后，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对这一些人民给他们应该有的责任是什么，也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住在这里，你们有什么责任。当然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成为他的子民，然后赐给他们迦南地，成为他们的基业之后，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一句话，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告诉他们说我要带你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到我祝福的地方，应许的地方。当然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称为迦南地。所以当他得到祝福之后，他该做什么事情呢？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然后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意思就是说，你要按照上帝的意思，遵循上帝的旨意，然后去到上帝要给你住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是叫做信仰的表现。什么叫做信仰的表现？
信仰的表现就是有信仰啊，也必须要有行动，不是只有信，也必须要有行动。有行动的人才可以得到祝福。所以创世纪第12章第1到第2节，就是告诉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也要必祝福你，叫你的名字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气。”那这样很清楚告诉我们信仰是一定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变成2件事情，上帝要祝福你，可是当你得到上帝祝福之后呢，你也要帮助这一些人，叫上帝也祝福他们。所以这个使命不只是告诉以色列人，今天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根据神学家的解释，神学家现在的解释说，上帝的选民是以色列人，但是不仅仅是指血统的人并不是只有指那些有血统关系的犹太人，同时也是指在灵性上跟上帝规划归于上帝的人，这些通通成为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是称为所谓属灵上的以色列百姓。然后我们从今天这一些我解释的这3种名字当中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迦南地是个好地，可是原住民他们不知道惜福，他们虽然是住在这里，可是没有得到祝福。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想想看，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竟然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信仰，我们有行动，就等于得到上帝的祝福。美国第9任的总统就叫做哈里森，这个哈里森他一生立志，他绝对不喝酒。他有立志说，我绝对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不会去喝酒。那有一天就在国宴当中，有一个人举杯向他敬酒然后这个哈里森同样也举杯跟他一起喝，可是这个哈里森所喝的是开水，这个当然这个跟他举杯要敬他酒的人也知道那个是，可是他就是说你有回敬，他就是面子很大了，就很高兴。然后第2个人又是拿起酒杯，然后要跟他敬酒，但是他带有一个条件，你要用你的诚意来回敬我的敬酒。什么叫做诚意？就是你要喝酒，用真正的酒来跟我来回敬，这样我才愿意，我才会高兴，我才会喜欢。这个哈里森听到这一句话以后，他非常的严肃，就告诉这个议员非常的严肃告诉他说我已经立誓一辈子都不喝酒，难道你愿意看到我因为这一杯酒来失败我的人生吗？让我毁掉我的人生吗？我的同班一共是17人，大学的时候他的同班就是只有17个人。现在这除了我以外，就是除了哈里森以外，他变成总统以外，其他这16个人不是因为喝酒而失败，就是因为喝酒而变成一个毫无名气的人。所以你难道愿意我变成那样吗？所以这个人听了以后，当然就非常的惭愧了就是后来就放弃逼他用酒来回敬。所以这样子就是告诉我们，
再从这个圣地春秋的人民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上帝为他所爱的人，上帝为他所祝福的人会预备好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是其中之一，那好处多多了。他给我们预备的地方，不只是一个好地方，也是一个好处多多的地方，就是一个祝福的地方。所以，当以色列人曾经对上帝有三心两意的时候，他们所遭遇的就是逃亡，就是被掳到国外去变成一个亡国，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事情。所以呢，圣经就很严肃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句话记在于耶利米书第16章第14节到15节。这一段圣经耶利米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所以你应向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便让耶和华引导我们进入祝福的地方并让同信我们叫我们同信的人互相勉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要祝福跟他起誓的人，也就是愿意跟上帝同往的人。这些人，上帝说要带他到进入那个祝福之地，并且告诉我们大家互相勉励。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以色列这一个民族来互相勉励。住在福地要知道福，意思说不要住在福地，然后没有得到祝福，这个对我们就是亏得很大。所以耶利米告诉我们，我们要互相勉励所以互相勉励来成为上帝祝福的民族这个百姓。然后我们早上有读到这个彼得后书第1章第10节到11节，圣经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殷勤勉励，使所受的恩召与拣选能够坚定不移。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以色列人来看看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应该要明白，住在福地应该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就要有信仰，有信仰就要有行动，有行动就可以住在祝福之地。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愿意在这一段时间跟大家来谈谈圣地春秋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希望我们从以色列人来得到警戒，不要变成住在福地得不到祝福，这样就太可惜了。所以愿上帝早上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所祝福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一个真正的真理，让我们明白有些人在上帝祝福的园地里面，竟然失去了上帝的祝福；有些人住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得到满满的祝福。亲爱的主，求你今天早上睁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明白你的意思，叫我们知道你的祝福是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用信仰来领受这个祝福。你告诉我们不要住在福地而没有得到祝福，这样就是太浪费我们的人生。愿主帮助我们早上所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上帝真正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回应诗歌。
那我们这时候来唱奉献诗歌，在新圣诗330。请坐。这时候要来报告。那报告以前我们一同来诵读今天的金句。今天金句在创世纪12章第2节，我们一同来诵读2次。请。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创世纪12章第6节。那下一周圣公轮值4位是南京兄那视线是季明，那领歌是敬拜团是西马。那我们欢迎今天一同新来的朋友一同参加主日礼拜，愿主祝福。那我们今天有位新朋友叫钟伟豪弟兄。他就住在那个东莞汉宫那边，就还蛮近的。那我们在11月的时候，11月10号，我们教会有一个事工研讨会，是在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那我们就是请长子好然后那个各团契的新旧会长还有辅导来参加。那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帮那个贝鲁姐妹广告一下，她那个天地剧团在11月有那个公演那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今年要演出的这个主题叫拔丝地瓜咖啡馆，就是舞台剧啦。那可以就是它是免费的那就是在国军文艺中心。那所以有兴趣的那个朋友，我们可以跟应该好像也可以，这次好像是不用锁票，就可以直接就是也是要锁票。就在教会后面，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拿，需要几张我们就可以来拿这样。是，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代祷时间。对不起，那我们一共有4项代祷的事项，那我们就这时候就一同站立，我们一同来代祷。首先我们先为我们的个人来祷告，我们为了
受的信息，来向上帝献上感谢，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讯息，能够活出主的心意，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是真真实实的有生命的力量。我们也为我们自己所犯的许多的罪过，或是有软弱的地方，我们求主来帮助，也向主认罪。接下来我们一起为国家来代祷，求上帝赐下智慧给政府执政团队，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可以合上帝的心意。我们也特别为了即将来到的9合1的选举来代祷，求主帮助这个土地上的人民有主的智慧在他们心中。能够选出合适的人选来祝福这块土地。社区的事工成为传福音的御工。健安的弟兄姐妹，还有照顾他们的亲人来代祷。我们也为我们所想到的，我们也关心的朋友还有家人，他们如果有身体软弱或是病痛，或是有灵力软弱，或是被属世的重担所来压制。都为他们来提名来代祷，求主来恢复他们身心灵的健壮。
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能神，你眷顾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主啊，我们在每一次的祷告，我们都是摇动你的双手，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为了将你的代祷排列在你面前，我们求主按照你的美好的旨意来成就这一切。主，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牧师的口也来教导我们，在谢谢你成为拣选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来享受你的恩典，也愿意再一次立志，在主的恩典中，我们应更紧紧的抓住神的许多的教导和应许。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许多的软弱上，靠着主的话语，可以有圣灵以及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来胜过许多的试炼。我们这时候也一同来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我们一同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够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那我们这时候持续站立，我们来唱颂咏诗歌，诗歌第396首。颂咏结束，我们请林牧师为我们差遣祝福。记载于耶利米书第17章7到8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然青翠，在干旱之年无挂虑，而且结果无止。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阿们。阿们。愿全能的天父上帝赐给你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并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恩典、平安常在你们中间，与你同行，从今之后直到永远。阿们。